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資訊365。近日香港01報道，一家4口 MMA 事發於24年嘅2月。話說啦，一位師奶發現自己老公咧喺出邊搞3搞4，想叫埋個仔去踢竇，細估唔到啊，狐狸精啊竟然係個仔嘅女友。哇，4個人喺門口度對峙，火爆場面啊一觸即發，即場上演家庭大亂鬥。去片嗱，喺睇落之前啊，記得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感謝大家。片段中啊，呢個老公咧一直啊護住自己嘅情人，即係嗰個狐狸精啦，亦都係啊佢個仔嘅女朋友。師奶一直捉住狐狸精件衫，狐狸精啊都知道自己搞出個大頭佛，所以啊冇點樣反抗。師奶啊一邊啊捉住狐狸精，一邊啊叫個仔哼佢。呢個時候咧，佢個仔咧就係咁已哼咗下佢女友個頭。狐狸精被打之後啊，亦都慘叫咗一聲，跟住咧就揞住自己個額頭。佢老公回頭一望，見到個情人被打，即刻啊秒變護花使者，兜巴聲落自己嘅老婆度，打到啪啪聲啊！嗱，正係呢一巴啫，徹底啊激嬲佢個仔啦，心諗你個變態佬食我條女仲打我阿媽，我同你死過！個仔啊直接爆趴話，瘋狂按摩佢老豆個頭啊！而佢老豆啊要護住後邊嘅情人，所以咧基本上就挨打噶啦。好啦，師奶咧唔知咩原因出手，叫停個仔唔好打啊！呢個係你自己老豆。咁啊大家都撳住隻手，糾纏咗好耐啊，先勉強分開。個仔停手之後啊，到老豆發威啦，不斷出饅頭啊，一嘢煨埋去，又喐個仔，又喐個老婆。好啦，呢個時間啊，睇到佢老豆咧，真係對呢個情人好好，由頭到尾啊，都冇鬆開隻左手喺度撳住到門啊，就怕佢自己嘅情人俾人打親。咁啊，下半場啊更加犀利啦，老豆啊對阿仔，大婆啊對狐狸精，老豆對仔啊一路啊糾纏到瞓落地。而大婆啊面對呢個狐狸精咧瘋狂扯衫，真係冇眼睇啦。之後啊，警察到場將4人就帶走啦。咁有記者咧問呢個警察局，警察表示啊呢件事咧就唔方便透露。好啦，影片啊都引嚟網民熱議啊，就話啦啲關係好亂，毀三觀啊！呢個女人唔簡單，老少咸宜。亦都有網民啊話，誘惑其子啊，必先誘惑其父。亦都有其他網民懷疑啊，喂，睇唔出吓，亦都質疑啊呢個父親嘅狐狸精並非佢個仔嘅女朋友。各位觀眾有咩諗法？歡迎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我哋下條片見啦。